大小来这个巴拉0。下面请看第19页。好，再读吧。第6课。永久。重后加字。大当3年永久的。大呢拿拉拉松当。3呢刚啊巴马头。藏文30个字母中，有2个字母还可以加在后加字的后面，叫做重后加字永久。1. 重后加字的作用。重后加字的作用是与后加字共同作韵尾。在现代藏语中，重后加字已不发音，但仍有区别词义的作用。2. 重后加字的添加规则。重后加字达只能加在那、ra、la 3个后加字的后面，它有一个专有名称，叫做达照。重后加字达在近代书面语中已完全省略不写，但在藏文文法的添接规则中仍起作用。重后加字萨只能加在嘎啊巴嘛4个后加字后面，拼读过程中要读出，实际不发音。3. 拼读顺序。基字加后加字加重后加字拼出音节音。记。盖上去更拿打更。盖下去更拿打更。更。更。巴个不拉打不。巴个不拉打不。不。不。拉那肉拉打肉。拉那肉拉打肉。肉。肉。2. 那干啥那。那干啥那。那。那。擦干啥擦。擦干啥擦。擦。擦。下干啥下。下干啥下。下。下。干啊啥干。干啊啥干。干。干。那啊啥能。那啊啥能。能。能。拉啊啥弄。拉啊啥弄。弄。弄。他把啥头。他把啥头。头。头。下把啥小。下把啥小。小。小。ra把啥肉。ra把啥肉。肉。肉。拉把啥肉。拉把啥肉。肉。肉。看马啥空。看马啥空。空。空。娘马啥娘。娘马啥娘。娘。娘。他马啥痛。他马啥痛。痛。痛。呀马啥样。呀马啥样。样。样。七声。生词。大型去得啥地，干型去更拿打更，大型去得地更的。任何时候，无论何时。啥啥谁拉，然那肉拉打肉，谁拉肉。用饭。嘎呀的家型去这拉打劲，加个这个记劲记。但愿。那嘎啥那，擦啦擦，那擦。森林。擦嘎啥擦，把啦把，擦把。报纸。下嘎啥下把，下把。套索。吃是吃，让嘎啥让，吃让。河堤。刚啊啥刚，让个热，刚热。雪山。那啊啥弄把，弄把。清晨。啥啊啥松，啥个的干进去个打个，松个。铜丝。一来一，让啊啥浪，一浪。起来。他把啥套，拉嘛浪，套浪。方法。看啊看，下把啥小，空小。楼下。但是这得啥地，让把啥肉，地肉。时代。拉把啥肉把，肉把。说讲。看嘛啥空把，空把。康巴。娘嘛啥娘把，娘把。衰败。他嘛啥汤，加大姐，汤姐。全部。那打呢，呀嘛啥样，那样。传染病，瘟疫。接着用。练习。记。永久在话的，讲你了在话当，研究讲个解释句。2个重后加字是哪2个？它们可以加在哪些字的后面？你，其实呢，笼子写把当，再拖拉机。背诵并抄写生词。3. 我给名词呢，本着写个。听写下列生词。地更的，谁来热，擦把，下把，
康巴、地热、南阳、汤杰、松格、夏日、阎王、吕布、新切、南侧、港日。